你的膝盖有没有在求救？我是廖明轩，从事复健医学超过40年。今天站在这里，不是要卖药，不是要推销什么疗程，而是要告诉你一个颠覆所有人认知的真相。很多人以为膝盖痛就该休息，就该保暖，就该少动，错了，大错特错。这些你以为的保护，其实正在让你的软骨一天一天地饿死。请你一定要看完这支影片，不然3周后你可能会更痛，站不稳，甚至需要拐杖。我不是在吓你，这是我在诊间看过上千个案例后的真实警告。让我告诉你一个比喻，你的膝关节就像汽车的减震器，也像一块海绵。当你走路弯曲伸直膝盖时，这块海绵会被挤压，然后再放松。挤压的时候，废物被排出；放松的时候，营养液被吸进去。这个过程叫做滑液循环。但是，如果你因为痛就不动了，这块海绵就永远被晾在那里，没有挤压，没有循环，软骨得不到养分，开始前枯、龟裂、磨损，最后骨头碰骨头，每一步都像刀割。这不是我编出来的故事，这是医学教科书里的基本生理学。你可能会问廖医师，那为什么我的医生叫我多休息？因为他说的休息是指不要做伤害性的动作，不是叫你完全不动。但很多人听成躺着就对了，结果越躺越废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会揭露5个正在摧毁你膝盖的日常习惯。这5个习惯，你至少中了3个。更可怕的是，你可能根本不知道。第一个习惯跟不动有关，第二个跟你以为的运动有关，第3个是你每天都在做的热敷，第4个藏在你的鞋柜里，第5个此刻就在你家客厅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5个习惯正在害你的膝盖。请告诉我，你正在从哪里收看这支影片？在我们开始之前，请留言告诉我你来自哪里。如果有任何疑问，也欢迎提出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就能收到最实用的健康建议。我想知道你有没有在认真看这支影片。如果觉得这些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没有帮助，请打0。在进入5大习惯之前，我必须先让你明白一件事：为什么软骨会饿死？软骨是膝关节里最重要的缓冲组织，它没有血管，没有神经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是它不能像其他器官一样直接从血液里拿到氧气和营养。那它怎么活？靠滑液。滑液就是关节腔里那些透明的粘稠的液体。当你的膝盖弯曲伸直时，软骨会像海绵一样被挤压，滑液里的营养素、葡萄糖、氨基酸、氧气就会被压进软骨细胞里。当你放松时，废物又被挤出来。这就是关节泵的原理。你的每一次动作都是在帮软骨进食。但是如果你一整天坐着、躺着不动，这个泵就停了，滑液停滞，软骨得不到养分，开始缺氧、萎缩、变薄，就像一棵树，你把水源切断，它会怎样？慢慢枯死。更糟的是，当软骨开始退化，它的表面会变得粗糙，像砂纸一样。这时候你一动就是砂纸，磨砂纸，越磨越痛，越痛越不敢动，形成恶性循环。所以你看，问题不是出在动，而是出在不动。很多人以为休息是保护，其实是在加速退化。这是第一个你必须打破的迷思。现在你知道了软骨为什么会饿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哪些习惯正在饿死你的膝盖。第5个坏习惯，长时间不动，痛的时候就不动，这是错的第一步。我在诊间最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：廖医师，我膝盖痛，所以我都不敢走路，能坐就坐，能躺就躺。然后呢，3个月后回来，
走路像企鹅上厕所要扶墙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启动了一个可怕的恶性循环。膝盖痛，不敢动大腿前侧的肌肉，股四头肌开始萎缩，膝关节失去支撑，压力更集中在软骨上，更痛。你以为你在修车，其实你是在拆掉避震器。股四头肌是膝盖最重要的保护伞，它有多重要？当你走路时，如果股四头肌够强壮，它能分担掉膝关节30%到40%的压力。但如果它萎缩了，所有压力都汇杂在软骨上。2周不动，肌肉力量掉20%；1个月不动，掉40%。这不是开玩笑。所以正确的做法不是不动，而是聪明地动。我推荐一个最简单、最安全的动作——坐姿抬腿运动。坐在椅子上，背挺直，用大腿前侧的力量把小腿抬起来，直到整条腿跟地面平行，停住5到10秒，慢慢放下。一次做10到15下，一天做3组。这个动作不会伤膝盖，因为没有负重，但它能有效训练股四头肌，稳定关节，同时启动滑液泵，让软骨重新喝到营养。记住，你的膝盖不需要过度休息，它需要的是正确的活动。痛不是叫你停下来，痛是在提醒你要用对的方式动起来。第4个坏习惯，错误的运动。让我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林雅珍58岁，台中人，家庭主妇。她每天早上5点起床去爬山，风雨无阻。她觉得爬山对膝盖好，可以训练肌力，增加骨密度。结果呢，半年后，她膝盖肿得像面包，走平路都痛。她来找我时，我问她：“你知道爬山时你的膝盖承受多少压力吗？”她摇头。我告诉她，上楼梯时是体重的3倍，下楼梯时是7倍，深蹲时是8倍。你50公斤下山的时候，每一步你的膝盖都在承受350公斤的冲击力。他惊呆了。很多人以为运动就是好，但其实错误的运动比不运动更糟，因为你是在用钢刷刷锅底，刷得越勤，底越破。哪些运动是高风险的？第一，爬山、爬楼梯，尤其是下坡、下楼，对膝盖的剪力非常大。第二，深蹲、跳跃，如果你膝盖已经有退化性关节炎的迹象，这些动作会加速软骨磨损。第三，跑步，尤其是在硬地、柏油路上长跑，每一步落地都是对膝盖的重击。那什么运动才安全？走路，平地走路，不要快，不要急，速度适中，步伐自然。骑固定式脚踏车，没有冲击力，但能训练到大腿肌肉。游泳，水中走路，水的浮力可以减轻膝盖负担。还有我刚刚教的坐姿，抬腿。林雅珍后来听我的建议，停止爬山，改成每天在公园走30分钟，加上坐姿抬腿训练，3个月后，他的膝盖消肿了，不痛了，可以陪孙子蹲下来玩积木。他跟我说：“廖医师，我以前觉得勇敢就是硬撑，现在我知道，勇敢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止。”这句话，我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。第3个坏习惯，热敷滥用。在台湾，很多长辈相信热敷可以通血路，这话没错，但要看时机。如果你的膝盖正在发炎、红肿、热痛，这时候你用热敷就是火上加油。为什么？因为发炎的时候，关节腔里已经充血、水肿、血管扩张，你再用热敷，血管会更扩张，发炎物质更多，肿得更厉害，痛得更凶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急性期用冰敷，慢性期才用热敷。怎么分辨急性期和慢性期？急性期受伤后48到72小时内，或者膝盖突然肿、热、痛，
这时候用冰敷，每次15到20分钟可以消肿止痛，减少发炎。慢性期受伤超过1周，膝盖不红不肿，只是僵硬酸痛，这时候用热敷可以放松肌肉，增加血液循环，减轻僵硬感。记住，热敷不是万能的，用错时机只会让情况更糟。如果你不确定该用冰还是热，有个简单的原则：摸起来烫的用冰，摸起来冷的用热。还有一点，不管冰敷还是热敷，每次不要超过20分钟，时间太长反而会伤害皮肤和软组织。热敷用对了是良药，用错了是毒药。第二个坏习惯，穿错鞋。你可能觉得奇怪，鞋子跟膝盖有什么关系？关系大了。你的脚是你身体的地基，地基歪了，整栋楼都会歪，这叫做动力链反应。让我解释给你听。如果你穿的鞋子鞋底太软、太平，没有足弓支撑，你的脚掌会往内塌陷。脚掌一塌，小腿就会往内旋转，小腿往内旋，大腿也跟着内旋。大腿内旋，膝盖就会形成 X 型腿，关节内侧的压力暴增，软骨磨损加速。这整个过程你可能完全没感觉，但10年后，你的膝盖会用疼痛告诉你，你当年穿错鞋了。那什么样的鞋子才是好鞋？3个标准。第一，足弓支撑，鞋垫要有一定的弧度，能撑住你的足弓，不让它塌陷。第二，后跟稳定，鞋子的后跟杯要够硬，能包覆住脚跟，防止脚在鞋子里晃动。第三，前1/3可弯折，好的鞋子应该在前脚掌处可以弯曲，模拟自然的步态，不要为了好看牺牲健康。高跟鞋、人字拖、帆布鞋都不适合长时间穿着。我知道一双好鞋可能要几千块，但我告诉你，这笔钱投资的是你未来的自由。能走、能跑、能蹲、能跳，这些看似平凡的动作，其实是最珍贵的礼物。不要等到失去了，才后悔当初省了那几千块。第一个坏习惯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软沙发。你以为沙发是天堂，其实它是膝盖的地狱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坐在软沙发上，整个人会往下陷，这时候你的骨盆会后倾，大腿和小腿的角度会小于90度，膝关节处于一个高度屈曲的状态。这个姿势对膝盖的压力有多大？研究显示，当膝盖弯曲超过90度，髌骨、膝盖骨对股骨、大腿骨的压力会增加3到5倍。更可怕的是，起身的时候，从软沙发站起来，你需要动用非常大的力量。这个过程中，膝关节承受的剪力，也就是横向的切割力量，是平时的好几倍。想象一下，你每天起身10次，就等于用剪刀剪软骨10次。日积月累，软骨怎么可能不磨损？我有一个病人周柏林，37岁，工程师，他每天下班回家就瘫在沙发上看电视、滑手机，一坐就是3、4个小时，才30几岁，膝盖就开始痛。我问他：“你家沙发是不是很软？”他说：“对啊，超舒服的，坐下去整个人陷进去。”我说：“那就是问题所在。”后来他换了一张硬度适中的椅子，高度调整到腿可以平放在地上，大腿和小腿呈90度。2个月后，膝盖就不痛了。所以选椅子的3个原则：第一，高度适中，坐下时脚掌可以平放在地上，大腿跟地面平行；第二，硬度适中，不要太软，也不要太硬；第三，有靠背，可以支撑你的下背部，减少骨盆后倾。如果你现在正坐在软沙发上看这支影片，请在留言区打"我要健康"，这是你的承诺，也是你的开始。
说了这么多坏习惯，现在让我给你2个黄金原则。黄金原则第一，训练即照护。很多人以为照顾膝盖就是吃保健品、贴酸痛贴布去按摩，错了。最好的护膝药是运动，每天10次坐姿抬腿，就是对膝盖最好的保养。不用花钱，不用器材，随时随地都能做。这个动作可以强化股四头肌，稳定膝关节，启动滑液循环，让软骨重新获得营养。如果你能坚持做3个月，我保证你的膝盖会感谢你。黄金原则第二，选择支撑。支撑是对身体最温柔的爱。选一张高度适中、硬度适中的椅子，选一双有足弓支撑、后跟稳定的鞋子。走在平坦的路面上，不要挑战陡坡。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选择，累积起来，会决定你10年后、20年后的生活品质。我常常跟病人说，膝盖不是用来消耗的，是用来珍惜的。你可以选择现在省事，未来受罪，也可以选择现在用心，未来自在。记住，支撑你的身体，就是支撑你的人生。每一个小习惯的改变，都是对未来的自己最好的投资。现在，让我详细教你怎么做坐姿抬腿运动。步骤1，坐姿准备。找一张有靠背的椅子，坐下来，背部挺直，轻轻靠在椅背上，双脚平放在地上，大腿跟地面平行。步骤2，启动大腿肌肉。用你大腿前侧的力量，慢慢把小腿抬起来，直到整条腿跟地面平行。注意，是用肌肉的力量抬，不是用膝盖的力量甩上去。步骤3，收紧并停住。当腿抬到最高点时，用力收紧大腿前侧的肌肉，像是要把膝盖骨往上拉，停住5到10秒。这个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大腿前侧微微发紧发酸。步骤4，慢慢放下，控制力量，慢慢把腿放下来，回到起始位置，不要让腿自由落下，要慢慢降。一次做10到15下，休息30秒，再做下一组。一天做2到3组。注意事项：呼吸要自然，不要憋气，抬腿时吸气，放下时呼气。如果做的时候膝盖痛，稍微降低抬腿的高度，不要勉强。痛可以接受，但不能抽筋。如果大腿抽筋，代表你用力过度，要休息。这个动作简单，但非常有效，关键在于持之以恒。膝盖承载的不只是你的体重，更是你的自由与尊严。能够自己走进厕所，能够蹲下来陪孙子玩，能够爬上2楼晒衣服，能够跟老伴去公园散步，这些平凡的小事就是幸福的全部。我做了40年复健医学，看过太多人因为膝盖退化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。他们不是不想动，是动不了。不是不想出门，是怕跌倒。但我也看过很多人，因为愿意改变一些小习惯，60岁、70岁了，还能健步如飞。差别在哪？理就在你今天愿不愿意开始。今天这支影片，我讲了5个坏习惯，2个黄金原则，还有一个救命的运动。如果你觉得有帮助，请帮我按赞、分享给你的父母、你的朋友、你的家人，尤其是那些喜欢运动的人，那些膝盖开始不舒服的人，那些以为休息就会好的人，请把这份爱传下去。也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学到了什么，你打算从哪一个习惯开始改变。记住，膝盖的健康掌握在你自己手中。谢谢你看到最后，祝福你平安健康。我是廖明轩医师，我们下次见。